大家有冇發現，如果一日冇打卡，好似冇喺呢個世界上面存在過？傳聞話打卡只係呃 like，定係推動香港文化嘅隱形動力？你以為影相只係為咗留念，其實可能係建立自己嘅身份標誌。今日同你拆解，無論係彩虹村定係中環街市，點解打卡會成為香港人身份認證嘅必修科？喺香港，無論係怪獸大廈、香港大學定係西環泳棚，我哋都會發現成日好多人排長龍等影相。打卡已經唔係年輕人嘅專利。我見過40幾歲嘅同事放工都帶小朋友去 M+，同草間南瓜合照。50歲嘅 Auntie 都會同朋友搭叮叮去姜濤灣湊一湊熱鬧。日常生活嘅相機食先、未飲先影，呢啲行為已經比你我更加熟悉。講到底，打卡已經成為當代港人最普遍嘅社交現象。影相拍片，上載 hashtag 加個微笑，一條龍，自己可以做晒所有嘢。喺內地訪港客方面引述翻明報嘅報導，根據近期調查顯示，約大概1/3內地嘅旅客認為香港打卡景點實比較豐富，即係平均大概3位旅客入邊有1位都同意呢一點嘅。仲有議員曾經亦都建議相關部門可以設計多元化嘅打卡旅遊路線，提倡打卡友善嘅體驗俾旅客。要明白點解打卡咁重要，其實要由相機嘅故事開始講起。當我哋提到打卡，最基本嘅元素就係相機。我哋可以追溯到1888年，有間公司叫做柯達。相信年紀大啲嘅朋友或者對相機有研究嘅人都會明白呢一個公司嘅產品。而當時佢哋嘅廣告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簡單嚟講就係你負責撳個掣，其他嘢就交俾相機去做。由嗰陣時開始影相就等於留住瞬間，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嘅行為。直到2000年2000年之後，大量 social media 嘅湧現例如 Facebook、Instagram、近期嘅小紅書等等，轉變咗由留住瞬間升級變成即時發布、建立社群。所以大家都好容易喺香港嘅主流 social media 上面發現3大嘅派別。第一，首先係儀式全正派，旅行、演唱會、生日 party、動漫節一定要影相。如果冇影相，基本上就等於冇去過。第二種，社交貨幣派，相片就等於 like， 而 like 就係社交嘅資本。簡單嚟講，流量就好似貨幣，可以換影響力，甚至變現成為一種回報。最後一樣，低調抗拒派。當然唔係所有人都中意咁做嘅。呢一派一般會覺得打卡係晒命，或者係一件冇乜意義嘅事，寧願用雙眼去欣賞、感受當時嘅環境，認為咁樣更加真實同埋珍貴。當然推動呢件事係需要社會各界嘅力量去迎合呢件事嘅。例如香港嘅大型商場會提供免費嘅 WiFi， 方便任何人發布消息或者視頻。喺商業方面，餐廳嘅商戶會主動設立一啲打卡牆，跟蹤社交媒體帳號有陣時都可以獲得一啲額外嘅優惠，又或者特別嘅慶祝 service， 方便食客影相或者拍片留念嘅。喺另一方面，政府都有推廣無處不旅遊，特別係呢1-2年大型嘅活動比以前多咗好多。
希望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嚟香港，喺社交平台度分享開心嘅時刻，增加香港旅遊體驗嘅曝光率。講到呢度，請教大家一個問題啊，你覺得打卡令到社會大眾更加連結，定係更加抽離現實呢？歡迎喺下底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嚟到呢一 part 係最重要嘅部分，喺社會行為學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有一位學者叫做 Raymond Williams 寫咗本書啊，《The Analysis of Culture》嘅概念入邊咧，提倡咗3層嘅文化分析，分別係 Life Culture 當下生活文化，第二 Record Culture 被記錄嘅文化，第三 Culture of Selective Tradition 選擇性嘅傳統。坦白講啊，如果睇字面，真係一般人嚟講咧，都會好難明白當中嘅意思嘅。咁我就用動漫節莫生嘅反字轉身去作為一個例子，解釋當中嘅意思俾大家。仲記唔記得2007年開始，連續3年排題為入場嘅動漫迷莫先生入場嘅時候啊，都會喺人群入邊咧積極表演反字轉身。現場嘅動漫迷或者參與者都有幸啦，親自目睹呢個莫轉身。相信只有在場嘅人士咧，先至會感受到呢一個現場嘅即時行動。而呢一樣嘢就會歸類係 live culture 當下嘅生活文化嘅一部分，當場發生即時嘅經驗。自從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啊，雖然當時冇引起全場嘅呼叫聲啊，而佢自己都冇諗到呢一個轉身會成為經典，但之後有大量嘅相片、短片瘋傳，媒體報導，通過唔同嘅媒介去保存呢件事，關於莫生呢個轉身嘅思想同埋經驗，跟住就轉化成 record culture 被記錄嘅文化啦。記低咗就可以重播。自此之後，近呢幾年嘅動漫節啊，被後人選擇並繼承咗呢一個部分，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首次入場首位入場者啊，都會用一個轉身嚟做致敬。動漫迷嘅期待，莫先生嘅反字轉身呢個動作就被社群選擇放大流傳，成為必做嘅儀式或者一個打卡位。喺某個角度去睇啊，如果冇咗呢個轉身，感覺上動漫節就唔夠完整。呢一種由群體挑選出嚟並持續複製嘅概念呢，就係 selective tradition 選擇性嘅傳統，被群體認住變成咗傳統啦，即係被群體挑選出嚟嘅傳統。總括嚟講，打卡唔單止係影片、影相拍片咁簡單啊，而係將當下嘅生活文化轉變成為被記錄嘅文化，再經過群體篩選升華做選擇性嘅傳統，變成集體記憶同埋身份標誌。喺呢件事上面證明咗一件事啊，就係喺社會上一個微小嘅儀式或者行為，只要得到群眾嘅加持，係絕對有資格成為共享嘅符號，將呢件事融入喺社群嘅歸屬。所以打卡本身呢個概念未必係你想象中嘅影相或者拍片。我哋每日做嘅記錄，無論係錄音、文字或者口述，其實已經係打卡文化嘅一種，亦都係社會文化嘅一種力量。最近有一篇新聞報導，同被記錄嘅文化都有少少關係。一位日本嘅網民喺執屋嘅時候，發現一部舊式嘅電話入邊有一段來自20年前媽媽嘅一段錄音。好似呢個例子早20年前可能只係一個普通嘅語音留言信箱，到咗今日，機緣巧合嘅情況之下再聽返，相信個意義係完全唔一樣。同一句説話或者內容喺唔同嘅情況去產生，係可以令到接收者有唔同嘅感受。
社會大眾嘅打卡行為亦都一樣。透過科技嘅產品，大家的確係可以固定咗個聲畫，但係未必固定到個意義同埋感受。同一張照片，細個睇同今日睇，因為經歷已經唔同咗啦，相信感受亦都會變。雖然我唔係 promote 其他人係唔係都打卡，但希望社會大眾都明白啊，拍低嘅內容好多時候可以因為外在嘅因素而改變你原有嘅 meaning。因為文化嘅意義係不斷被揀選同埋重寫嘅，隨住時間嘅過去而不斷去改變。最後總結返今日嘅內容，打卡其實係當代嘅社交儀式，連結到身份認同、消費文化同集體記憶。由於手機同埋高速網絡嘅普及化，令到即時影相同埋拍片分享嘅成本減低，加上社交媒體嘅演算法嘅推動令到製作嘅內容更加容易被社群發現。Like 或者 follower 成為咗社交貨幣，令創作者不斷發掘流量密碼，尋找提升影響力嘅方法。喺商業方面，消費社會推波助瀾底下，商品、咖啡、市集都以可拍性做一個賣點。同時，打卡仲牽涉身份建構，影相擺上網，等於話俾你嘅朋友圈，我去過邊度，屬於邊個圈子。於是打卡變成咗一種儀式感，將日常活動符號化，俾自己同觀眾確認我喺呢度或者屬於呢個圈子。最後當然係 Ray William 嘅理論啦，話我哋知當下行為只要被記錄，再被群體篩選，就有機會變成長久嘅傳統。動漫節反智轉身就係一個比較容易察覺嘅例子。所以以後無論你係日常生活或者參加大眾群體嘅活動每一次嘅舉機都可能係市場推手嘅一部分。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冇相冇 story， 對於你嘅生活有冇大影響？留言話我知你最難忘嘅打卡經驗。我係 AY， 下一封信再見，拜拜。